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二对6次天安门事件镇压30周年表达了对中国人权记录的真切担忧。他说，加拿大持续呼吁中国尊重人权、抗议权和言论自由，并停止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的大规模拘留。他对记者说，我们对中国人在人权方面的行为表示真切担忧，并将继续呼吁在这个周年纪念日和今后的每一天都更尊重人权。此外，加拿大外交部长克里斯蒂亚·弗利兰说，中国当局应该结束对被杀害、被拘留或失踪的维吾尔人命运的沉默。东突厥斯坦人民在伊斯坦布尔举行大规模开斋节庆祝活动，成千上万的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参加了由东突厥斯坦非政府组织联盟组织的庆祝活动。活动期间，孩子们表演了朗诵诗歌等各种艺术节目，成年人举行了摔跤比赛。此外，在凯塞利举行的开斋节活动上，维吾尔人向土耳其国家电视台介绍了东突厥斯坦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打算发展在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的做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两国各领域合作的动态高效发展表示满意。在苏丹，安全部队干预了平民示威游行，造成100多人死亡。反对派拒绝与军方当局会面。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评估苏丹目前的局势。星期天，军方介入首都的平民示威游行，造成101人死亡。由于经济危机而于2018年12月开始的示威活动，后来变成了一场反政府运动。4月11日，军队推翻了已执政30年的巴图尔总统。7.5亿美元借款违约后，德意志银行没收了20吨委内瑞拉黄金。彭博社称，早在2016年，委内瑞拉就与德意志银行签订了一项掉期协议。根据条款，委内瑞拉从德意志银行获得了一笔现金贷款，并以20吨黄金作为抵押。消息人士说法称，该协议本应在2021年到期，由于委内瑞拉未能支付利息，因此贷款提前到期。